洪台多数落的暴风圈下晡时，甲台湾东南部规个打掉的，恒春半岛的风雨有变强，伫本州乡的港口溪呢水势变甲真大，也那垦丁的金蕉湾也有龙盘公园，也拢纠这封锁线起来，禁止游客挖金。伫山区的雨水量犹原是真惊人，这水防线的警戒区有几落的原住民部落，县政府赶紧撤离民众，特别是来基部落，这中昼过后就袂当入去啊。大雁一直向河边爬来，无少应援至少30米，游客无惊风雨，走去准芳桥附近看影，因过风势真大，游客惊雨山路，才无偌久就开花。很期待那个6米的，对，但好像没有。为着游客安全，金蕉湾2点花球封锁线，中半公园中昼起也禁止游客挖进山坎。风台多数雷暴风雨，下昼打伫东南部乡村半岛离市轨道，风雨渐渐增强。溪水涨起来，港口吊桥出入口后半州乡公所有封锁线禁止进入。那沿海屏东山区雨量惊人，太武乡24点钟累积雨量达到18毫米，西大埔山测站2日累积雨量更较达到1300毫米。中风大雨造成太武来基顶乡镇拢发生路树倒去。地段高压电线顶停电事故，捌有12068户停电，经过台电抢修，目前剩487户。封锁管制的时间是在今天的中午12点，一定要下山。村长公布，提起村民赶紧退离，屏东真济县乡位于土石流警戒区，目前全县退离367人，其中以来基乡也是大规模放入警戒区，退离197人上济。中昼12点起禁止进入来基部落，赶快因为土石流完成警戒来退离村民的保单乡也唔加大意。达到红色警戒的话，当然我们一些危险区域的是全部做强制撤离。如果雨势再这样持续的话，我们公所里面也会主动对物资的补充。因为山区风雨有时大有时细，目前大部分是连山停电，受到小型土石流，也是基淹水。公所表示会密切注意相关警戒，看风雨状况随时应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